乡亲牛仔，欢迎收看今日12月18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香珠。先一开始，咱来关心天气变化大，提醒乡亲唔通去寒着。疾管署讲，流行性的感冒可能会伫咧这个礼拜进入流行期。疾管署嘛公布，顶礼拜为着类流感去互医生看的人，已经是超过9万人次，而且重症病例一困头就增加45例，上细汉的敢若4岁。 流感疫情继续在拖，顶礼拜类流感门诊急诊的就诊人数达到92000人次，较前一礼拜比起来增加2成1，而且新增加45例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其中2岁上细汉的个案是住伫北部的4岁查某囡仔，较前感染 A 型流感并发脑炎，后加在住病医8天了后已经健康出院。诊断是流感 A 型的流感并发脑炎，那在经过这个治疗之后呢，顺利的在12月中旬的时候出院。那这个也是上周新增的45例流感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个病例。疾管署表示，到今年10月份流感季节到诊，累计已经有303例重症，17例死亡病例。死亡的个案主要是热天流感的延续，无12月份发病个案。特别注意的是，这4礼拜社区流行病毒的型别是以 A 型 H1N1 为主，占8%以上。估计上近这礼拜会进入流感的流行期，而且高峰期的流行会伫咧旧历过年这段时间。今年春节来得早，所以呢，今年可能春节会跟流感高峰期撞在一起啊，这可能性相当大。 今年的疫情可能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疾管署强调讲，最近流感流行病毒株，甲今年暑假流感疫苗是同款的。目前全国注射公费流感疫苗的数量达到208万剂，注射的比例比去年同期成长2成。另外，这礼拜3到拜5，卖提早配送59万5千剂的公费流感疫苗，去各县市的卫生局互因调度，民众免烦恼公布疫苗他注。记者综合报道。 即马咱就赶紧来关心天气，要提醒乡亲，又搁要变天哦。咱来看上新的云图，因为北边的冷高压落来啊，东北季风有略略啊增强。伫咧北部、东北部会开始落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部嘛会落湿湿啊雨。东北季风的正方面，这个所在愈晚雨会愈明显，落雨的机会就会变悬。另外，马祖的云有较高，若其他的所在，同款也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因为天气在变，温度嘛有在改变。北台湾一透早就已经变甲较凉冷啊，高温甲昨昏相比差袂4度。若中南部温度变化较无遐大。 虽然讲同款是好天，也毋过日时暗时温差较大。气象局讲，这一波东北风大概影响咱3天，拜4到拜6的透早是上强的时阵。北部、宜兰上低温会降到17度左右。 即摆天气黏咪好，黏咪歹，有心血管疾病乡亲嘛爱细致。接落来要提醒有伫咧食心脏病药的乡亲，国际药厂赛诺菲因出的心脏病药新达舒有问题哦。食药署即摆是要求因爱回收130万粒药手头有即款药的乡亲爱斟酌看。 就是这个国际有名药厂赛诺菲制作生产的心脏病药新达舒10号克定剂，被食药署查到有部分药剂外观出现污点，好亲像有物件掺入去，要求药厂为即马开始马上回收配合有3支问题药品，各交调查报告。 可能是他们在操作的当中不小心在被机器割破一个手指的一个小伤口，然后这个血液渗到这个药锭里面。 食药署表示，这个药品主要是用伫高血压、心脏中风了后的心衰竭等，必须定期食药控制疾病。全台市占率差不多是45%，共配合药品差不多47000外盒，有130万粒已经卖出去。医师表示，这款药品伫台湾上市真久，因为副作用会喙焦，临床上有替代药物。民众若是有疑虑，应回诊甲医师讨论，千万唔通家己停药啊。 已经开始有新型的药物去取代它，所以它其实在临床上现在使用量是越来越少，民众也不用过多担心。那有些使用这个药物也不要贸然的停药，因为有可能会造成血压会反弹性变高。食药署强调，已经请医疗院所、药商甲药局马上停止调剂这个药品，进行回收的作业，到明年1月初9为止。 到底有偌济粒问题药品已经被民众食落腹肚，爱等药厂送调查报告了后才会知影。
赛诺菲是发声明强调，苹果因为误食大数血液而为着疾病风险增加。若是病患对药品有疑虑，应退回病院或者是药局回收。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去现报纸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美中贸易战达成协议，昨晚股票有展现出庆祝的行情。台北股市冲破12000点，收伫咧上关点12097点，佫创下29年来的新高。新台票换美金嘛以30.21换1块美金，创下最近年半的新高。来看《自由时报》，立法院昨晚三读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新增加几若项有风险羁押的范围。包括性骚扰、放火等罪行，若准有个再犯的可能，拢会使受压。来看联合报，立法院昨晚嘛通过毒品条例修正案，身躯有5公克、3级也是4级的毒品，拢爱互判刑。另外嘛新增加，若有卖毒品予未成年也是有新的负责人，就适用上重的罪行的判刑，而且会阁加重1/2的判刑。卖毒的人，伊的财产嘛爱互政府扣走。来关心每年过年有较早，佮拄到正月11要举行大选。伫咧中国嘅台商，即马是发出声明，讲因即马已经买无回程机票返来台湾，望讲民航局会当出面来斗3工。毋过咱陆委会是讲，无听到讲有买无票嘅状况。交通部是回应讲，春节嘅加班机即马拢照常。明年1月12日总统大选，佮加上旧历过年提早，真侪伫咧中国的台商台省准备要提早买机票返来台湾投票。毋过伫咧中国的台商团体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伫咧17发声明表示，伫咧上海等等的机场，明年1月初8到初10时间已经出现返来台湾的机票拢买无的状况。紧急呼吁民航局会当按明年6月春节加班机的时间，互因会当顺利返来故乡。早起伫咧松山机场也是有真侪伫中国上海返来台湾的航班，登记往回两岸的商务旅客。表示最近两岸往回是真正常，毋过嘛因为明年选举会提早来订票。机票比较难买吗？还好，这个时间点还好，再晚一点会可能比较难买，因为刚好今年是卡在农历年，所以其实它会有一个相对的感受，它会比较难买一点。有学者分析，明年返来台湾的机票变少，可能是受到今年下半年中国旅客限缩影响。历史这几个月以来，中国往回台湾的航班一个月减少约200个航班。顾客自由行等等团客这些减少。每个月目前是减少200多班哦，这是第一个因素。那第二个因素会不会跟总统大选以及这个今年的春节是在1月有关？布里格陆委会表示，中国旅客减少，抗位增加，陆委会盘点两岸往回机位，并无听讲买无票的状况。民航局嘛透过原本的机制来甲中国协商春节加班机的专案。最近陆客已经大幅减少。留下的空位非常的多哈，正在盘点当中，也在跟中国大陆在协商当中。陆委会强调讲，当年若是要外春节过年返来故乡的时阵，政府拢会照原本的机制来甲中国沟通，争取春节加班机来疏运，保证大家拢会当顺利返来故乡过年。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远东航空的风波嘛，互劳动部开始去针对因的董事长张光维以手头的12间公司才关系企业去做劳动检查，初步并无发现问题。毋过，若是远航确定无法度继续飞，资遣费阁摕袂出来，劳动部讲，安尼就要先替远东航空来出钱，算会爱1-2亿。远航加油！几位远航员工出面声援公司，也向外界表达远航停飞后的心情。其实飞机不飞，很多工作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维护计划持续在进行。对董事长张光维讲，有10亿资金会到位，员工讲无了解头家资金如何运作，什么时阵到位，毋过到目前为止，员工薪水甲劳健保几乎拢正常，只是特别过年烦恼无头路，希望民航局能够给远航一摆机会。这个风暴，我们远东航空公司可以赶快挺过去。希望大局的长官还有我们的长官们再给我们一个机会。远航无有境停飞营运状况引起质疑，目前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规定，欠劳工经验达到一定程度，才能禁止事业单位负责人出境。若是发生无有境经验，各处处置恐惊都袂付，呼吁应该检讨大改法。
应该要去修法，限制说，如果你有违反的话，必须负责人必须可以刑责，刑法化。大改法是不是应该修正？劳动部表示，会个研究讨论。对远航营运情形，劳动部伫针对董事长张光伟名下14间公司进行有经承劳检，目前无发现欠工资或者是大量解雇等无正常情形。远航万一无法度恢复营运，会有1014位员工受影响。外界关心，劳动部是不是掌握到远航要寄回资遣费是偌济？劳动部会立即要求公司要依照大解法的规定跟来通报解雇的计划书，那也要开始跟员工来进行这个协商。柯明春无伫记者会公布数据，暗过伫会后表示，确实劳动部启动工资点上，有估金额是1到2亿左右。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来关心总统大选的电视政见发表会，今仔日会办头一场。总统蔡英文这边嘛有推出伊头一支的政见影片，讲的是长照的政策。长照2.0让原本长照的范围变得更完善、更周全。选题政见发表会进行，总统蔡英文竞选办公室推出第一支政见影片，长照2.0升级，以动会内容宣示未来长照政策，佮讲到未来长照服务总经费照顾家庭服务项目，日调中心甲评价大属机构等5个。我们奠基在既有的基础上面，我们继续努力加油，要让这个台湾的老人长照、身心障碍的长照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影片也显示，蔡政府要为老大人打造专人照顾目标，未来4年照护会更加周全。另外，民进党副选也全力动起来，主席杜英台甲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拢回访台北，替2位候选人徛台。对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形容，乌韩人士是第8届讲法，赖清德提醒竞选总统唔通人身攻击。韩市长一定要知道，他现在是竞选总统，他讲的话一定要有根据，而且也不能够人身攻击，否则的话他会每况愈下，得不到国人的支持。讲到最近真济间民调乐观，民进党有希望各全面执政，也表示对选情有信心。不过也是爱细致步步为营。民进党主席杜英台是回应波特王事件，因为大家爱珍惜台湾民主，这是中国跟台湾上大不同。人跟人之间交往，或者一些基本上的人权跟自由秘密，这个才是最真正的民主的精髓，在中国是永远学不到的，所以台湾势必要更加的珍惜。杜英台表示，伊会伫台北市加强副选立委小组现任优势，也要拼拼盘，选战进入最后阶段，也有全国各地同时进行大造势。不过目前计划也在保密当中。记者综合报道。那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伊讲抹黑韩国瑜的人拢是第8届，昨昏伊参加活动的时，佮讲，每一寡人一点仔拢无过分。欢迎韩国瑜！花口号支持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高雄界团体17成立挺韩校官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前主席吴碧雄甲连前等人拢参加。伫发出民调看败了后，韩国瑜佫讲出，互对手快乐伫假民调中。我们就让民进党继续快乐在假民调之下，让他继续快，让他爽，让他爽，非常爽。我们有的是民心，我们真的能够苦民所苦。韩国瑜第8届讲话引起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提醒，唔通人身攻击。韩国瑜说讲，对抹黑人一点仔拢无过分。一大堆的网络带风向，像这种迫害忠良，完全是重伤跟捏造的。当然，这些人我用猪八戒来形容，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韩国瑜对赖清德话会强调，赖清德也捌被网军攻击，应该爱体谅迄种心情。另外，12月1日，高雄市会有挺韩反韩游行，同时上街路，其中反韩团体有过游行20万人，被解读可能冲击韩国瑜选情。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无安尼认为。我觉得看这个什么罢韩的这个人数没有意义，真正要看的是说大家心里面有多么想要把蔡英文下架。对乐团韩国瑜支持者已经集动2万人，被解读时选后要逼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落台。张善政表示，韩国瑜已经讲过，吴敦义有任期，未去想选后要做啥物，尊重国民党体制。选战进入最后阶段，那赢继续展现团结气氛，要求大选情。记者综合报道。
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嘛伫咧拼郭家军的立委选情。郭台铭是强调讲，咱台湾的国会绝对袂使孤一党，爱支持小党，和小党有法度生存，咱台湾才会进步。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积极布局立委选举，郭家军分别加入去民众党甲亲民党，三方的活动互外界真关心。郭台铭17出席阳光基金会心心障碍工作活动，强调讲国民党已经退甲无路好退，要拼一道。若是家己讲有要登去国民党，就等大选过去了再个讲。就是自己都不自立自强怎么办？今天国民党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生。会回去国民党吗？现在这个问题1月11号以后再问好不好？郭台铭表示，家己确实有甲前立法院长王金平通电话，嘛邀请伊选后参选国民党党主席。毋过王金平笑讲无啥兴趣，嘛强调讲国民党选后一定爱大改革。伊嘛搁一届来推杀郭家军立委候选人的选情，强调讲国会绝对袂当干那一党独大。台湾不能变成绿油油的一片，尤其在国会不能够变成一党独大。台湾有多元文化的社会，要有多元的力量。那如果一党独大，所有的政策就只有一言堂。而且郭台铭毋是干那甲亲民党，还有民众党结盟。民进党立委候选人高嘉瑜17甲郭家军，而且嘛是亲民党不分区方提名人的老友党甲蔡心如做伙直播一早顿。高嘉瑜阁讲认同郭党的脱约政策。对这个代志，亲民党副总统候选人伊雄表示欢迎良性的竞争，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竞争的关系，就是大家很 friendly 的去面对这场选战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才是该有的一个民主活动。伊雄嘛表示，最近甲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拢真拼死咧准备政见会，还有辩论，要甲参选的理念互选民知影。记者综合报道。那旧年底伫咧选台北市长的时，国民党的丁守中输予郭文哲，伊是提起选举无效的诉讼，昨昏2审宣判，判丁守中败诉，专案确定。丁守中是批评讲，迄当时哪投票哪开票无公平，是国际大笑话。对台湾高等法院行出来，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面对2审败诉的判决，看起来真失望。批评台湾的民主也搁伫咧滚价，司法应该是民主法治，所维护当权者，烦恼台湾的未来。大家一边看着开票结果，一边在投票，这样子的严重违宪、违法、违反公平原则，成为国际媒体笑柄。去年9月大选，丁守中用3000多票的票数输予台北市长郭文哲。丁守中不满选举迄天哪投票哪开票，即其违法，提起选举无效的诉讼，控告中央选举委员会、台北市选举委员会。高等法院17宣判，下议定认定台北市长的选举有效，指出民众伫咧规定的时间内到投票所就有投票权，嘛无法度证明讲民众排队耍手机啊，拢是伫看开票，转来去影响到选情。所以丁守中2审也是败诉，专案定案。没有办法证明排队的选举人都在使用手机，或者使用手机的时候都是在观看开票的一个进度，进而影响左右他的投票决定，而有影响到选举的结果。针对破解的结果，台北市选委会表示，证明选务毋是做甲真焦全，有淡薄仔问题，毋过无任何违法或者是挑故意疏失，多谢法院向因公道。我相信没有一个选务人员是有任何的私心的，尤其是在这么公开公正的、公开的开票、唱票的场所，所以大概不太会有像上次监察委员所指，我们选务人员有任何个人或整体做票的问题。你挑这结果有觉得松一口气吗？反正也是在工作了。伫咧市长选举连任的郭文哲知影判决的结果，可能用简单1、2句话来回应。中选会是表示尊重法院的判决，嘛会检讨改进，甲明年2020的大选选务工作做好。争议真久的台北市长选举，伫咧丁守中败诉了后正式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美国的参议院，今日以86票赞成、8票反对，通过2020国防授权法。法案内底要求情报机关爱伫咱台湾大选了后的45天内，向国会提出报告，说明中国干预咱台湾选举的行动。法案就等美国的总统 Trump 签署了后，就会当生效。Are there any senators in the chamber wishing to vote or change their vote? If not, the yeas are 86, the nays are 8. The conference report is agreed to.
美国参议院伫咧咱台湾时间18通过各项授权法，其中支持咱台湾的法条，包括讲会史上派军舰来台湾海峡，也个要卖武器予咱台湾，卖成立台美双边高阶的网络安全工作小组，来支持咱台湾提升国防的能力，也个嘛要求美国的情报机关爱协助台湾阻挡中国来影响咱台湾的选举。来看英国国会的选举已经选煞，下议院伫咧昨昏嘛有选出新的议长，首相强森按算伫咧20，嘛提出新的脱欧方案。英国首相强生昨日伫咧西敏市欢迎保守党新当选的国会议员，甲因保证会赶紧实现，甲脱欧处理好的竞选保证，而且阁要增加全民健保 NHS 的经费。Work with you to change our whole country to be better. And that is what we're going to do. We are going to deliver all the people of this country. Unite, level up. Is anybody listening to this? 选后下议院的席次大洗牌，保守党伫咧总席次650席摕到365席，其中109个人拢是这世人第一届当选国会议员。另外，真值得讲的是，这届有220个女议员当选，占总数的34%，超过2017年所创下的208席。啊，毋过男性议员也是较侪，占66%。选后第一个上班的日子，强生伫咧东连街10号召开内阁会议，宣布新入威尔斯大臣、文化大臣的小改组名单，而且伊个计划要伫27天向国会提交新版的脱欧法案。照脱欧协议，英国明年1月底脱欧进程进入过渡期，结束的日子定伫咧2020年12月31。照即卖规定，伫咧英国甲欧盟双方的同意之下，过渡期上济阁会当签2冬。啊，毋过即礼拜会伫咧国会表决的脱欧修改版，封杀所有会当签时间的可能性，引起无协定可能无法度照时间完成的批评的声音。另外一方面，2017年1月份开始，因为权力共享协议失败，而且会面对无政府状态的北爱尔兰，选举了后政治版图的变动，互敌对的各方带来达成共识的新动力。英国北爱尔兰的大臣史密斯16日伫咧贝尔法斯特甲5大党来会谈，希望北爱尔兰的议会会当伫明年年初重新运作。若无话者，北爱尔兰大臣就必须伫1月13宣布举行选举。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巴基斯坦的法院昨昏做出一项重要的判决，用叛国罪对前总统穆夏拉夫判死刑。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马巴德特别法院对前总统穆夏拉夫作出重要判决。法院认为穆夏拉夫犯叛国罪、颠覆宪法罪，判处伊死刑。I say this complaint is false. This complaint is wrong. It was just to victimize him. I'm not admitting the complaint. 穆夏拉夫目前流亡海外，伊律师否认这指控，表示会阁采取法律行动。因为巴基斯坦军方一向被认为享负司法豁免权，法院对穆夏拉夫的判决应讲是毋捌看过。You are aware of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past few days. These have placed increased demand on the armed forces for uphold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supreme national interest. The nation is looking towards you to deliver what they have been waiting for and deserve. That is justice, prosperity, and happiness. 76岁穆夏拉夫捌做过陆军参谋长，1999年发动政变夺权，2002年起做总统，捌是美国重要反抗盟友。2007年以中止宪法实施紧急统治，因报国内反弹，2008年落台。伊2013年被控叛国，2016年核准出国就医了后，就流亡海外。目前人地杜拜，律师表示伊愿意回国，只要确保伊安全，啊毋过无得到保证。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波音公司出的737 MAX 飞行机，因为小连续发生摔飞行机的事故，造成300多人不幸过往。方要求停飞了后，波音公司昨昏是宣布讲，若是年底阁无法度摕到会当飞的许可，安尼因就要停止生产这一型的飞行机。总部伫美国西雅图的波音公司，昨日伫声明中强调，和波音737 MAX 飞行机安全阁飞是因头一个要考虑的。安那停产波音737 MAX 飞行机，是伊次公司生产体系甲供应链长期健全、尚无干扰的决定。嘛无打算针对这个机型相关的生产线员工进行裁员。毋过专家指出，停产大型商用飞行机是真罕的快，
配合这个决定，会对600间零件供应商、甲各大航空公司、甲美国经济表现造成重大影响。I think will affect our trade deficit. I think it potentially could exacerbate that in the short term. 波音737 MAX 飞行机，2018年10月份的印尼西航，甲今年3月份伊索比亚航空的2件重大空难，造成346人罹难。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为今年3月份开始下令这机型全球禁飞。虽然波音公司这段期间一直修改这个机型，向认为是造成空难主要原因的自动驾驶系统。不过 FAA 也是无得同意波音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搁再补的要求。专家强调，波音目前会当做的，就是赶紧消除各界对737 MAX 飞行机的无确定的感觉。And I think Boeing needs to give particular airlines assurances that it can make reasonable plans based on this airplane, and they're out of this period of complete uncertainty, because you just can't run something as complicated as an airline without the most basic thing of how many aircraft and when are they going to be available. 为今年3月份禁飞到目前为止，737 MAX 已经造成波音公司90亿美金，差不多是2750亿新台币损失。不过过去9个月，波音也是维持每个月42架的生产量，目前应该还有400架库存。不过因为 FAA 无爱放行，暂时无法度交货。虽然波音正答应在西元2021年完成交机，不过停产消息一出来，波音16个股价不大落超过4%分点。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等下咱国内来关心通促党的总裁张安乐的后生张伟，开业理乡社因为涉嫌假交流真关公，非法协助中共的公务人员来咱台湾佚佗。昨昏包括伊的看守王杜英，甲相关的13个人，拢总13个人，互检方约谈。尾啊，王杜英以25万交保张安乐互请回。为要调查新北市水资源经济发展协会负责人王庆林的案件，涉嫌协助超过5000名中国旅客非法来台湾，检警17发动第2波搜查，约谈通促党主席张安乐后生张伟的太太王淑英甲相关员工。张伟目前人在中国，检警会等伊回国后各约谈。另外，也以关系人身份传唤张安乐到案说明。我儿子开旅行社，带大陆客人来台湾消费，有错吗？对不对？台湾的要繁荣，台湾的经济有错吗？今天因为选举到了，然后找他来开刀。王庆林涉嫌成立12间人头协会，被控勾结国内20多间旅行社。张伟的华夏大地旅行社也牵涉其中。人头协会提供假造的交流文件，帮助旅行社向移民署申请第2专业交流团体入出境许可证，协助超过1000名中国公务人员假交流真员工来台湾旅游。为中每一个人头赚2000块，不法所得超过1000万。检警比对发现，华夏大地旅行社今年6月，予10名中国人士来台交流，移民署核准后，华夏大地旅行社就汇款2万块予王庆林。另外，新党前立委谢启台官告北检，以新党名义控告平面媒体违反选罢法，是要予人无当选。今天张安乐他的儿子成年了，经营一个旅行社，说有大陆官员有办进入，这是全台湾都知道的。每个旅行社都在有办这样的签证业务。进前，王庆林遭到约谈了后，得到交保，检警佮发动第2波搜查，锁定华夏大地在内等6间旅行社引进2000名中国旅客，当中各负通政部官员，尤其华夏大地旅行社安排行程大部分甲德联邦、中华统一促进党相关，怀疑这公务人员来台湾的目的无单纯，会进一步调查案情。检察官17暗时复讯后，有令张伟太太王淑英以新台币25万块交保，张安乐请回。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离咱明年的选举愈来愈晚，国际保护记者委员会有公布一份报告，讲中国即马正咧威胁台湾甲香港的新闻自由，亲像是讲开大钱来买媒体。也毋过咱台大新闻所毛教授做一份研究，表示讲有52%的台湾人无相信中国会影响咱台湾的选举。
大选特别高啊，政治新闻版面甲社群网络变作各大阵营拼选举的战场。国际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伫咧16公布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政府透过真侪手段破坏台湾甲香港的新闻自由，就算讲台湾甲香港有真悬的新闻自由，啊，毋过中国政府透过媒体或者是商业市场利益的压迫，甚至是操控民意等等，啊，搁有香港反送中抗争当中，有记者伫咧采访的时阵去互阻挡，搁去互香港警察用催泪ga士、手连枪支来攻击。看哪一台啊？作假的也有，那也没有，对，那好小的马屋啊。新闻非常的容易被操控，国际地位、社会立场本来就造成了它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就是只能尽量吧，看能不能尽量不被干预而已。啊，毋过针对这份国际记者组织的报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认为讲拢是不实的言论。对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不实之词，根本不值一驳。台大新闻所的教授王泰利是观察到，最近假消息干涉政治，引起真侪国际记者来台湾观察。啊，毋过大部分台湾的民众所拢无感觉。王泰利调查2020总统甲立委选举假信息研究发现，超过一半52%的民众无相信讲中国干涉台湾大选，其中上主要是政治中立的选民较侪。另外有要甲6成的民众无使用事实查核的工具，其中有要4成的民众是靠感觉，无相信讲有假信息，也搁有要2成4的民众无能力会当判断假信息。发现很多不具名的就是报道或者是评论，那它会被放在一些非常知名的入口网站上，可是你找不到这一篇报道是哪一个记者写的。我们看到很多带风向这样子的一种假评论的方式。学者嘛提醒，大选特别高啊，看网络的新闻要加注意记者或者是作者敢是有徛名，加甲无共立场的媒体报道来比较看卖，而且嘛要加利用事实查核工具。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要开606亿的台北双子星的开发案，昨昏台北市长郭文哲甲台北双星的董事长柯坤泰做伙拍契约，按算要伫咧民国115年起好。郭文哲是表示讲，这一项开发案会使带动台北火车头附近的商圈，互台北火车头4颗连灯愈来愈闹热。以这座山作为台北建城的重要根据，串联台湾博物馆、铁道部分区，也有北门广场，重新展现具台北车头的记忆。规划6年的台北车站西区门户计划，17日台北市长郭文哲也有台北双星董事长柯坤泰签合约了后，宣布招商成功。估计台北车站的特定区，也有整体后站的商圈，这经济会愈来愈盛。我们集团在科技制造、建筑开发。以及商业不动产经营，以及智慧力建筑系统的所有优势资源携手国内外一流顶尖的好手立志要打造一个设计最好、共享多赢的台北双子星。台北双子星开发案经过5届流标，2013年2月份，泰极双星公司是头一个得标的公司，不过因为无伫咧时间内拿保证金，开发的资格去互取消，过来由中华工程补起哩。2018年由南海马顿团队标着，不过却因为中资的争议，2019年去互经济部投资审计会以国安有疑虑为理由拍倒转去，最后由蓝天红会团队标着。这个案的投资金额有606亿，估计伫咧民国115年的完工，提供16000个工作机会，逐年差不多会使创下1000亿以上的经济产值。台北车站特定区平均每天出入人数是50万，那如果在过年的时候会到60万。所以这地方本身就是一个，我说人流代表金流，这地方本来就是一个相当有商机的地方。台北双星董事长柯坤泰强调，这个案是伊个人事业上介重要的代表作，一定会过来拼伫咧5年完工。郭文哲选伫咧选战特别到的这个时间点签署，去互外界质疑是为着选举，伊表示家己的态度只是照流程伫咧行。记者阿敏金张国水台北报道。继续来关心普悠玛冰车的事故发生到今已经年外，昨昏运安会有开记者会，讲因成功甲本地海企的这火车乌鸭仔，就是这个记录器已经修理好势，对找出安那冰车的事实有帮助。也毋过这火车经过劳动站了后，有5分钟的资料并无完整，说是讲本地设计就出问题，才无去记录到。
运安会9月9日1028普悠玛事故调查补强报告有具体进展，除了会同法院到复工基地进行实车残骸调查，调查人员运用恢复航空器乌阿爸的逻辑，将原本旧时毁掉的事故列车8张倾斜记录卡复原。只是列车原始设计资料无法度完全下载，车伫过了罗东站一直到台北前有5分钟的资料无法度复原。接卡上面有一些资料，我们认为。尤其在发生重大的事故的话，它不应该没有被录下来。可是，日铁的这一部分呢，有一个小小的一部分的资料没有被没有被录下来。运安会表示，将伫铁道局现有的调查上加上这摆复原的资料，比对相关记录器的资料，对倾斜装置少了5分钟的记录初步分析，不是事故原因之一。不过未来会请日本原厂基于安全重新考虑设计，预计明年9月会发布1028普悠玛事故调查报告。今年3月登记的南方澳大桥，运安会调查人员已经完成桥面的政府切割，预计明年初发布事实资料报告。钢缆这个部分，我们后续要再做。后送测试，那目前我们规划大概是在明年的2月到3月左右，会先跟社会大众发布一个事实资料报告，明年8月左右可以完成调查报告草案。另外，远东航空公司无预警停飞，运安会表示，虽然远航过期无重大事故，不过确实有待关注。运安会顶个月率相关主管到远航拜访，当时董事长张光辉也阁强调会将飞安做好。对于各间航空公司，运安会除了徛伫事故调查立场，也会继续了解营运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镜头来花莲县的丰滨乡有民众把姜汁当作水果食落腹肚底，结果有食到的这6个人拢中毒，其中有1个人过往到病院进前就无开啊。卫生局即马调查，确定因拢是因为食姜汁来中毒的。那因为盘古蟾蜍它本身是神经毒素，它误食了以后，它会对我们心脏会产生麻痹的这个现象，所以这个个案其中有1位当天呢，在前后4个小时就已经往生了。这种半果姜汁的特点，包括伊的体型较大，出现伫咧花莲县，神经的毒素会引起冰白、想要吐、心脏砰砰踩这款症头。虽然有民众认为讲，甲姜汁的皮掰掉、慢掉了后，就会当来料理来煮食。毋过姜汁肉也可能嘛是有一寡毒性，所以卫生局是呼吁讲，唔通乌白食，甲袂中毒。这个比较容易跟就是。咱台湾这麻仔这几档是减真济，也毋过最近屏东沿海的麻仔有够济，一暗就吸引200只船仔出去讨海，甚至有渔民一暝会当赚100万。即马有学者是讲，可能是这海洋的水流甲麻仔冲去高平的沿海。暗时的渔港边海面上，四界拢有渔民拍灯，往水面找物件。因要找就是网仔内底这种白色的麻仔，因为麻仔当年减少，这几档常常出现一尾100块以上的行情。屏东沿海这几工煞熊熊出大量。到近10多年，毋捌遐好过啊！安尼贵鱼都有遐好个。无正常是拢北部型麻。伊是用固定式的，挂网仔伫遐，伊暗地啊，差不多。去暗夜到这要食万尾。渔民讲，今年的量已经几十担无看过，有人一暝好万几尾，赚超过100万。因为麻仔是对海流来，只有日本、韩国、台湾甲中国掠会到。根据日本方面的统计，台湾12月9号产量已经达到33到36公斤，10号更增加1倍到70公斤，有60公斤集中伫咧屏东。到16号，屏东的量有降低，但全台湾总共已经掠900公斤左右，是4个国家产量同最。今年的话，几乎90%以上都集中在屏东这里，会有一个在巴士海峡会有一个支流会灌进来，这个叫黑潮支流，似乎很多苗就跑进这个黑潮支流里面来。所以就挤在屏东那个地方。但学者提醒，以总量来看，今年数量应该袂比旧年多，而且麻仔量逐年减少。台湾目前虽然敢若开放11月到隔年的2月才会使掠，煞只麻仔季节的狗城，为了避免以后真正掠无，建议爱搁检讨开放时间。记者王家川、民众权综合报道。
今年8月底时，大同公司伫家己的民雄大湖农场的甘蔗园喷杀草剂，因为无去注意到风势，或者杀草剂这飞过甘蔗园，吹到风尾的往来田。即马附近的农民就自己讲，因种的即寡往来今年生袂水，甚至拢无开花，拢是大同害的。大同是表示讲，因即马要找第三公证的单位来做检验，若准真正是因就会负责任。西瓜凤梨，这正常的，这正常的就是安尼叶会开，这不正常的，就是安尼。原本爱挺开的叶啊，因为除草剂2.4D 的影响，唔是救去就是烂去。民雄农民家己是造成损失的大塘，经过几若摆协调会，落尾收到大塘比较农委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赔偿的公文，答应一公顷赔7万5，最后作事人真歹接受。340人都没有蹲青木林过啊！这个可能他们2点数第一人为因素才要蹲青木林啊。他用人为造成的损失，用天然灾害来补偿，这个好像行不通嘛，说不通嘛。今年8月，大塘使用无人机对这片甘蔗园转药啊，因为风头药啊飞去四边往来田，农民认为代志较大，大塘直直拖时间无进行实务检验。不过大塘表示有一定的定数爱行，绝对袂下逃责任。它吸收2.4D 以后，它的芯就会烂掉，浓度太高。有一部分的药有飘过到凤梨园，这个是事实。已经发函发文去接洽这个农委会药物毒物试验所，将在12月19号上午，会同来采样诊断。大塘表示，根据农委会107年计算往来的统计，一公顷差不多有4800公斤的往来通收，平均计销是1公斤21.32块，比民雄镇往来的农民要求的100万少真济。未来会继续甲做事人协调，希望会当超出双方拢通接受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看梅花。即马梅花两要着时，也毋过说因为半冬毋捌落过雨，互地方的农民是真操烦。加在受东北风甲冷气团的影响，有落几啊天的雨水，所以拍算讲今年的梅花会开甲比永过搁较好。梅花得要着时，所有半冬毋捌落过雨，农民挂是梅花会开了摆，甚至影响梅仔的产量。加在东北风甲冷气团带袂少雨水入来，即马树啊已经有结花黄了。如果说没有下雨的话，其实真的是造成农民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个紧张了哈。梅花比较没有开的话，就梅子的量就减少嘛。梅子的量减少的话，客人也比较少过来买梅子啊。梅花没开，客人也比较少过来啊。下了4到5天的雨哈，那雨下的还蛮平均的，所以呢，普遍我们得知的梅农呢都很高兴说，今年应该不会比去年还差。农民表示，天气寒搁落雨，新义乡的梅花拍算会当顺利开花，而且会开甲比去年搁较好。因为如果有雨水的话，我们整个的乡内的梅花都会开，配合泡汤的人潮、赏花的人潮跟部落体验的人潮，我们是希望把整个冬天成为一个我们新义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光的旺季。时到欢迎民众来新义乡行打，而且唔乃使看梅花，阁会使去部落体验原住民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囡仔伫咧上下课的时，拢有一寡有爱心的爸爸妈妈会去做志工，去顾囡仔的交通安全。伫咧云林的石榴国小，就有一个爸爸，伊叫做温德营，伊守护囡仔的交通安全，伊一做就做超过15天。就连进前伊治癌伫咧治疗的时，嘛正要紧遮囡仔的交通安全。今年伊摕到金安奖，要感谢伊的付出。斟酌看敢有车来，才引导囡仔过路。就互爸爸温德营透早7点就伫遮，15天来拢伫遮咧守护囡仔上课的安全。伊家己3个囡仔早就已经对云林的石榴国小毕业。迄当阵学校无导护的人力，伊看到车祸，唔甘囡仔读册路途危险，就招牵手做伙来守护学生的交通安全。之前没有导护嘛，也没有那个替代役嘛。
就在那个后面有发生一点小车祸啊，跟家己规箱啊车先上去病院啊，上山来就开始从那天之后就开始站倒户啊。从志工队的成立，就是由他一手来创。那特别是几乎可以说他全家都来服务我们石榴国小，招我们学子的上放学的安全。8年时间就过10多年，温迪莹唔但创立志工队，就连伊着癌破病时阵，心肝目空挂学生的安全，叫因后生来替伊过路口。近来身体状况恢复，目赶紧搁转来徛路口。今年得到全国的金安奖，就互志工的肯定。伊心心念念，嘛是要望搁较侪人，尤其是少年人，会当做伙来为囡仔的安全服务。呼吁年轻人就利用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帮忙来维护小朋友、小天使的交通安全。石榴国小的导护爸爸温志莹，伊讲未来阁继续守护囡仔的交通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东的延平乡乱山部落，有民众伫咧树仔骹发现一粒大石头，不过这粒石头甲一般的石头生做无啥共，石头心内底看起来亲像树仔心共款。即马专家初步是判断讲，这可能是咱全台湾上大粒的木化石。这粒大石头就伫咧乱山部落居民起的树仔厝下骹，看起来若像有茶包伫内底。延平乡公所甲台东大学教授17特别请木化石专家李庆尧来鉴定，来看卖这到底是什么石头。这不是石头，最后一罐还是要教授来鉴定。那个很像木头。专家斟酌来看这粒石头，用工具卡一块落来，伫现场用盐酸来检测，甲边仔砂岩做比较。若是内底有茶的石头会爆破，初步判断是木化石。专家讲，木化石要形成是茶头甲石头两种物质长时间的交替，而且佫袂去互风吹甲呼气，保存做茶头的状态，条件是真严。目前发现上侪是伫咧桃园地区，毋过即个台东发现这粒这大粒，可能是全台湾上大的。目前外观看它是有比较接近年轮的这种特征，而且它的横切面看起来也是比较像木化石。如果专家能够证实这是非常珍贵的一个木化石的话，我想我们延平乡会把这个地方这块石头列入一个保护。李庆尧讲，天然木化石要形成时间要1000万年，甚至是要1亿年。不过，即个发现的这粒，该进行测评研究了，才会当证实。记者综合报道。农业转型的关键，就是要吸引少年人愿意来做农。AM 公司青春咱的梦节目，就要带大家来去农村，看一寡少年家安那追求梦想。高雄农业主管单位自1802年开始举办兴农培训班，课程内容敢若教安怎样包装行销，目的要让台湾新一代农民会晓种植，嘛会晓卖。为着让农民捌安怎样包装行销，举办兴农本色杂志，让农民体验做公民人物的感觉。牛奶摕较直的，安尼，好笑。农业局咧招募一种年轻的农民的时阵，足侪人都唔敢出来，因为因对家己没有自信。于是农业局伊就做了《兴农本色》这个刊物，伊希望吼这年轻的农民有一个可以呈现家己的舞台。透过兴农课程的连结，少年人嘛开始自发串联，利用家己产业的特色甲专长，举办有特色的农村小旅行。在农村的自然环境当中，就地取材布置食饭桌，配合鲜谷无毒的小农食材，让游客体验自产地到食饭桌的特色行程。去参加了高雄农业局所办的兴农班，对，然后可能认识了更多人，对，然后就是会有一些新的想法、不同想法出来。咱去加的这个花、这个草啊，是希望讲咱两伫咱的岛面，互大家看到，咱是做一主人的见互人看。都是花，然后蜡烛，就是以大自然的那个为主轴去摆设的，我觉得跟外面的活动比较不一样。兴农培训班鼓励农民结合自身的专长，以团体战的方式提升农业软实力。唔但提升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嘛吸引更加侪少年人返来家乡，做伙替农村的农业转型，搁来拍拼。
记者王继峰、黄文良采访报道。为着要予农民除了种稻啊、种切啊以外，嘛当种其他作物。即马农委会伫咧花莲的玉里是伫咧推设种薏仁，嘛协助农民补助农民来买一寡农机，解决人无够的问题。这是号称台湾大米厂的花莲玉里镇大武地区，毋过种的毋是稻啊，而是薏仁。透过机器种1公顷的薏仁，用伫10分钟内收割了。毋过，若是用传统人力，恐加半工的时间。规个去除草去田外要用手工割，对。即马少年的无爱做啊，老伙仔都是用坐咧机械顶头操作啊，就较轻松啊。为协助农村人力无够问题，农粮署推动小型甲大型农机补助措施，只要农民有产销履历、有机认证、生产对数或者是 CAS 标章，抑个受辅导的青农，拢能申请农机补助。我们现在大概是分大型农机跟小型农机，那像这样是大型农机具，我们都是原则上都是补助，个人的部分是补助1/3，那机跟协会的会员我们是补助2/5。毋过，这现代化农机较袂着大种100万，毋是所有人拢加贷款补助优惠方案，农民看法也无同。像那一台大的大概就要400多万了，那个小的就要将近300。你看，那农民一般买得起吗？不起。现在愿意投资，可能也是投资到我的小孩，我小孩可能也愿意，可是。农业就是这样，因为现在的你们也知道，农业缺工。在地十年三桥板强调，农产人力无够是事实。现代化农机是时代趋势，建议买不起的农民影响其他农友或者是企业社造就。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1伫咧中华有一个台语文的创意园区，顶一日有办活动，现场闹猜猜，大人囡仔是哪算哪学台语，咱嘛做伙来算。对，葡萄，嘿，过来准备，1、2、3，莫炸条，西瓜一只好嘛。现台语的字卡，囡仔兄囡仔姐哪算哪讲台语。另外一边，囡仔目睭天加大啊大蕊，算囡仔算。有好算嘛？好算嘛，对阮真好算，讲真好算，真好算。师傅佮用台语讲出替囡仔做佚佗米的心情。咱就做佚佗米来学台语，囡仔心情真欢喜，较轻松，学台语较趣味。趣味啊！囡仔拄好有机会讲台语的，即摆有讲台语的真好啊！囡仔咧学较紧啊。关怀文教基金会14伫中华市台语文创意园区举行台语艺文闹猜猜，欢迎大家做伙来的活动，号召各地头关心台语发展的团体甲民众做伙来食好食米、耍游戏，大家有食阁有掠，规个园区有影闹猜猜。咱这是全台湾唯一的台语文创意园区，而且希望互大家有一个真好的环境，大家拢用台语来办各种的活动，安尼我想咱的台语就袂放弃。台语文创意园区到达已经启用公半的时间，这阵园区已经收集真侪台语文的册、影音资料，也阁成立戏剧馆、亲子馆等等。大家就拢望要记这项文化资产会当继续保存，开枝散叶。记者综合报道。世界正心息，咱来去北欧的国家冰岛。耶诞节要到位啊，普遍大家拢会交换礼物。啊，那冰岛在交换礼物，因的厝内底人一般拢是交换册，所以呢，逐年的11月份到12月份，冰岛的册拢是卖甲下叫。圣诞节大家想要收到的礼物到底是啥物呢？伫冰岛，大部分的人拢会伫平安暝，甲亲友互相送册，然后阁用一个暗时。食巧克力，安安静静享受读册快乐，其中各以犯罪嫌疑小说上受欢迎。布迪卡感觉少一点留在节庆气氛，毋过伫图书馆真侪超过半数人口至少一年读8本册，冰岛其实也无意外。Literature is very, important in Iceland, and it is, I guess, the art form that has, something like the whole public somehow relates to this.
冰岛人上车做礼物的传统，因回溯到1945年之前结束。当时冰岛是真产车，真侪物资拢是外口进口，因为做介绍一般人也不能负担，所以车自然就成做交换礼物的热门选项。这项传统延续到即马每年11到12月，冰岛出版业者年度重头戏不止只有1/3的册拢会伫这段时间出版，也佫占全年册本销售量4成。第部分出版社甚至有高达7成。The jólabókaflóð is just very important. We just simply wouldn't have this great number of books published every year in Iceland because it's such a small nation and such a few people read this language. 全冰岛只有36万人口，不过伫欧洲的人均出版量只输英国，差不多每10个冰岛人当中，就一个人至4人会出版一本册。圣诞册条除了对当地出版业帮助真大，也是冰岛民众应利用折扣介绍买册好时机，因为冰岛印刷甲进口成本总真悬，还佫加上卖价征达税。平常时买一本精装册，平均爱开6990克人，相当新台票1715块，是印刷册卖价2倍以上。记者综合报道。大家关心今日国地头的温度，伫咧北部的温度上加16度，上悬24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6度，上悬28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有30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27度；外岛的温度是15度到2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咱再会。